讲到即摆风台和高雄是淹水淹甲真严重，全高雄25个下水池也拢甜啊！而且高雄山区规港的雨水量已经超过木大克风台1334毫米，佮再加上即几港是大楼，爱河水位也拢满起来，水才淹到车路也佮厝内面。 伫高山3路遮，规排民众用布炉要甲水扫出去，车路顶悬也有一堆粪扫。其实透早遮淹水关度是到胸坎，即摆水是退甲差不多。高山区20个累计雨量有273毫米，也造成插线地方池无法度承受。居民拢讲，过去若无地方池，遮是愈高淹水。即摆淹水是有80公分悬。来足久无淹啊，其实拢就有差啊。 啊！伊即摆种规个爱河拢填起来，你水嘛无法度排啊。到乡巷遮，就是水就是足悬，就是已经几啊年无淹遮悬啊。凯比风台带来雨量实在足大，高雄119条区域排水加25座地方池全部拢满水位。高雄市府表示讲，山区规港的降雨量已经超过木6克风台时阵有1373.5毫米，市区嘛超过100毫米的雨水量。亲像三明区的本河里地方池的水，透早开始甜起来，到下晡车路的水拢退啊，毋过地方池的水到搭又完是满的。 高雄市的雨是落规工的，茶山地方池即摆的水是规个淹起来。高雄市总共25个地方池拢是同款的状况。今天也刚好天文大潮加暴潮，也刚好碰到类似这一种100年才会一次的大潮，就是说像爱河要排出去的这一个水位非常的拥高。 没有办法排出去。水利局局长表示讲，除了雨量伤大，上主要阁拄到海场，20个地方池才会全部填起来，现场也加派抽水机。记者钟义辉、顾兆荣高雄报道。